首先，我们将有请第一组的4位藏族歌手阿兰、央金兰泽、扎西尼玛、根嘎，为我们带来那首非常经典的《千里之外》。午夜如悬崖，风铃如沧海，我等雁归来。时间被安排，一场意外，你悄然走开。故事在城外，动物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。你比痛扑来，风声不存在，而我在感慨。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外把结局打开？那不如传一个未来，经不起谁来猜。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这么年来，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？情深何来，生死难猜，用一生去等待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这么年来，或许不该